大半截不当着有别跟这么多个卡上过学的干起的，刚简单的弄出刚学了把在两公司学个意思，忙吧了解的，那当下那些两边年过去，我可能是在茶厂。刚就这个意思，我等着去送了。Musée Quai Branly个点东刚刚我那在于前头不以为他那早晚你没把都做嘛鸟一那样，家那我用个特别几这个他西藏在但他主把的矿水选定这个意思，啊那但他的那老的 computer 跟那里。我大家个头呢，雷顿蒙古去面那个别个个子呢，我等着什么意思呢？啊，那当都不当着也别个讲我，果然是个啊，长途的有句，东查加了电有是东查电有是个的对当，咱们了不当不个他那的，这边的人的就是这个意思，加上我头呢也是 top 上。你话的让小个走东就我呢，你以前了，铺下一个家里了，一个托你用这个橄榄枝，你们看见那当个颜色，我都是介绍了。